观众朋友，今日过好冇？喺阿明谷刘浩明分享收看福起来。世界上嘅语言其实有几多种，但是睇下嘅500年以内，其实已经有一半嘅语言已经消失咗嘅。其实今日语言差唔多吧，有6000人種嘅語言，但是我哋根據統計以後，睇我哋一個世紀結束嘅時間，差唔多有90%到90%全部唔記得。嗰時對於我哋嗰少人講嘅語言來講嘅話，其實救我哋嘅語言等於係救以後嘅文化。其實對於台灣人來講嘅話，雖然沒有唔錯，我哋嘅客話啦，等原住民話都列成我哋嘅國家語言嘅，但是我發現到個其他些人呢，完全都冇得講客話，冇得講原住民話。但是我哋提供一啲客話，一啲語言加咗冇人講嘅時節，而家文化會慢慢嘅消失係。你今日要請到來賓，都係專門做客話嘅推廣嘅一啲線上連風兒來現場，要讓我哋分享講，如果我睇嘅好多嘅一啲嗰種人嘅城市地方，如果我推廣一啲客話嘅一種教育，我哋馬上嚟分享我哋今日來賓我哋風兒來現場。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風兒嘅。風兒係哪邊人啊？算高雄人。算高雄人。個爸爸媽媽呢？爸爸媽媽係屏東嘅客家人。屏東客家人，嗰時唔萬世係講客嘅咩？萬世同爸爸媽媽喺嘅時間係講客，佢係阿公阿婆嘅屋下，阿公阿婆當咩講客，嗰時候我哋馬當同阿公阿婆講客，我喺客話嘅時節開始學嘅。嗰時對你來講嘅話，其實萬世到大陸一出路有接觸到冇，還有使用到客話。譬如講接觸到客話嘛，環境嘅問題。譬如講唔係話願意講客話，唔知個萬世到大嘅環境係安尼啦。萬世到大都係講客嘅時間，我會盡量去講客話啦。因為我哋開始節目開始嘅時候，我都同觀眾朋友講，即係睇嘅高雄，而家喺高雄嘛，嗬。係啦，以前做起一啲家語嘅推廣客家話嘅一啲教育同啲嗰種傳承，其實很用嘅技能咯。睇家語嘅時節，家語唔係好容易嗰度嚇。家語嗰片係好容易嗰度，咩有客人啊？客人睇家語人，我嘅時節睇嘅學教。我講客，我教學，其實係因為我自己參加嘅演講比賽，新嘅線上嘅去無法度到嘅講客嘅比賽，因為安尼，我就同學教講，有機會我嘛想啊同我嘅時節做呢一關有嘅鄉土本土語教學，我同學教講，我做得冇教好咯，我要教客話，安尼做得冇。學校嘅教務主任教學組長，佢哋嘛親支持我。我講我睇我自家嘅應驗生嘅學生嘅地步，冇可能有人愛參加嘅客話嘅教學，差唔多有20人嘅成員咧，我就開始安尼教佢哋。佢大約係睇2年前嘅事情。大約喎，我爭出來教學嘅時間咧，我更加已經教咗20年。台灣人問下，其實一路去講，因為更加嘅教育同以前嘅教育已經冇共樣。以前即係講差唔多20年前嘅話，其實就我哋嘅教育資源冇咁多，後邊唔想更加可能要客家話課本啊，還有我哋咧客家話歌嘅嗰種 CD 可以聽啦。其實就你開始嘅聽做客家話教育時，嘅教材包唔知改變吧？唔是呢，嗰時就有一間出版社，有專門咧做客家嘅課本，我就用佢哋嘅課本。嗰時就我睇江醫師因為參加嘅比賽，嗰時候本江醫師嘅教育局，請佢去做那個9年一貫嘅輔導員。嗰時候我用去台北嘅三峽參加2年到3年嘅書訓，書訓嘅時就有簽到嘅資料，做得拿來做教材教學生嘅。嗰時幾時就唔知個睇家語嗰種，唔知個嘛係先嚟啲客家話教育，幾時睇家語學客家話嚟做我哋咧母語嘅嗰種應該講母語嘅嗰種教育嘅語度㗎。嗰時就係多家語，我係第2年開始一次比賽，咱搶我自己一個人做。那因為過來個比賽有遇到一個阿姐，伊講好流強嘅，伊嘛提起佢學校做，就我哋2-3年2個學校開始做，係。嗰時真係變成嚟講，唔單止講教育資源，這個可以潛，聽你講這個有強出的人是嘛冇咁多呢？後你睇家幾時嘅家語
教伊，咱伊个阿姐，嘿，那个阿姐，嘿啊。天数。听伊个问题，讲，唔同伊下讲，问学生嘅地方，有一种嘢學客家話教，有20人嘅。其實我話有時，要學到一下呢，想講呢個無人咯，學客家話吧，因為學客家話做嘛咯，要學好多話做嘛，你就會想到講，當初做嘛會有20人咯，其實係是幾種樣講咯，係學生嘅唔係客家話係嘛嘅，還是講爸爸媽媽嘛同意一件事情。有一部分係七家語言生嘅學生嘅，佢哋攏認識愛。然後我同人講，多學一種語言，其實多一種能力。都係天倫欣賞啦。對，天倫欣賞係。爸爸媽媽因為講，多學一種語言，本身伊能七家睇屋下就會講河洛話，多學一種客話，咩親好。係。咁你唔會像講我哋好多人，我哋學河洛話都好啊，怎麼我哋另外學客話咯？佢哋嘛感覺嘅學客話講客咩親神奇啊！從我七家更加睇高雄嘅學生嘅教人教嘅細阿妹一次拜託我要學客話，我講冇人喺班路插入來嘅。我同佢講，等升上驗神嘅時間，有興趣再來學緊。好，嗰時其實你其實嘛係一個人強嘅欣賞啦，其實當然講話講人強啦，其實但是嗰時那開始做欣賞，一定幾多熱情嘛，吼，就想講啱樣嘅去教書，聽伊開始推廣客家話，其實唔係樣嘅去變嗰度本大陸唔係客人，無論唔係睇啲客人嘅客話環境地方，唔樣嘅去變嗰度新人嘅開始接觸客家話咯，第一步係教你乜嘅東西。教佢哋創歌嘅，係嗰細年咧，其實教佢哋創歌嘅，佢哋嘅接觸嘅程度夠高啦。係。尤其係創歌嘅，再加跳舞嘅嘛，係都佢哋個愛創嘅佢會創伴爸爸媽媽聽，然後爸爸媽媽就會個支持佢哋。古上係也接下來嘅學生嘅，招收嘅學生嘅人數又夠多。其實是對人。你喺小學嘛吼，嗰時唔知個小學，因為小學有1年生到6年生嘛。即從1年生到6年生的話，伊應該冇強樣一種教學嘅一種目的同方向吧。因為1年生的話，可能1年生蠻細聲，4年蠻細聲，後都變伊能用唱歌嘅方法開始接觸到客話。咁3-4年生咯，無論5-6年生咯。捱嘅時間，咱也七家已經嚟做。係，嗰時候捱嘅4年對1年生。一直帶到6年生，帶佢哋時間從嘅唱跳啦，過來就教佢哋做一些客家嘅像詞牌嘅，本人體驗嘅客家嘅生法，然後過來到睇一些配合嘅嘉義市政府辦嘅活動，我會帶佢哋去其他地方參觀，跟同嘅客家嘅教育啊，客家以前的像三山國王廟嘅本人嘅風俗禮儀，嗰時都慢慢的對課程嘅教育改變，都開始慢慢的把我哋客家人的文化、風俗、禮儀，我哋一些我哋呢生活地步，睇細都開始睇人教育地步，都開始陪一啲新人嚟去學習。咁幾多新人嘅反應係樣咯？有嗰種影響過什麼新人？新人對時代真有興趣，從係。教佢哋做嘅客家嘅詞牌，因為佢哋會上課時就係會問講，其實係有冇，係做得做冇有時間我會請我媽媽炒嘅板條，請佢哋食，同小家買嘅ham多板條，我哋客家嘅板條有買嘅冇強用，有ham多面扒板，我係用樣片本佢哋看因為。嗰種講面扒板的話，其實睇好多人的話，也能講貴啊嘛。咁伊哋現場啲生意我問講，咁我哋食的好多人講食的貴啊，同我哋的面扒板，其實都係咪同樣嘅東西咯？我同人講話有一些冇同樣，像我七家嘅阿姨，七家是七家是在做面扒板的。佢嘅面扒板用清古老嘅方式去做，冇做米漿，然後再用嘅。大灶去裁嘅面扒板，拿起來就像面扒用嘅，我會同人講，像阿姨慢慢會變化，更加會做嘅，特別不用落皮咧啊，就做成那個面扒板壽司。嗰時人阿姨係拿阿舅姐係咪？係。因為同我講嘅方法都係睇下我哋女朋友睇下到啲佢，更加都我哋女朋友一啲地方做問題，我哋講漂面扒板啦，因為係上面漂來漂去嘛。
嗰時其實係一個最傳統嘅做面扒板嘅方法。嗰時我變成講魚豚啊，等你板人講麵濃嘅要講板條，但是其實我哋呢鋪要講面扒板，因為其實整出來是隻像面扒一樣。嗰時用安尼你哋睇我哋聲音嚟講，發現哦，可能看方言來同貴啊共用。但是伊的做時間，譬如我哋客人做時間，吼，因為伊也要做過程裡邊，嗰時有一個特別的名啊，叫面扒板。嗰時上人哋唔睇價錢差唔多919啊，919年，等於講40年呢，一到6年就等於911期，又再聽一期一班的呢。我多價錢雖然9年，唔講我真正的教學嘅時間，我是喺聽一年、第3年咱開始，其實提講咱教過安尼一輪。咁唔幾時節開始教，咱講咱唔同另外的姐嘛，一直都離開教嘅時間有幾多嗎？有，因為參加比賽人嘛幾多，啊，讓伊教學嘅人嘛變多誒。唔感覺到係乜嘅原因咯？有人做，就感覺有稱，唔會強。第一都看到兩個先行者啦，行喺前面的兩個唔同另外一個姐啦，可能其實幾多學校嘛有客人欣賞佢嘅，但是伊可能伊上來講嘅話，啊有冇資源，冇講有冇人冇稱，唔敢做，結果看到就另外一個姐開始嚟行嘅時間，慢慢地一條路會行出來。嗰時裏面人同我講，我哋去都唔直接離開嘉義歸到高雄嘅時間，有幾多人當然參加比賽，至少說比賽時都提講。某個學校有開始有客家話教育了嘛，都可以簡單的事情。其實推廣客家話還是要有一點稱啊，就統統啊，等你風雨講，一開始的時間，伊能伊同另外一個姐姐，但是後來你會發現到講，越來越多人看到有人開始嚟推廣客家話的時間，有稱的時間，伊如果強下來推廣客家話，有些下哦，在下我哋嘛有嗰度好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到節目我哋來源風言同我哋分享以睇嘉義推廣客家話嘅故事。啊，一段節目也開始同我哋分享講以睇高雄嘅時節，用嚟推廣我哋客家話。啊，想問一下風言，喺人對嘉義過到高雄時，其實高雄應該算嗰度行業嘅吧？你冇咧，我去家更加嘅學校講客嘅聲音嚟嘛冇聽到。冇幾多。咁問題係，但是我譬如講我哋高雄嘛有美濃啊，可是變成講。天意都講我哋教育嘅教材比以前嗰多誒，天意都講，因為本地都有啲美濃，嗰時我哋高雄市嘛有高雄市客家委員會啊，嗰時我哋推廣客家話時間應該資源嗰多吧？有資源嗰多，係做得可以用。嗰時唔見教嘅學校學講客話，應該講算埋係個可樂狀嘅學校啦。係可樂狀嘅學校。加可樂狀嘅學校地方，你專門以話堅持要推廣客家話嘛？人嘅時間對嘉義調過來高雄嘅時間，嘅同嘅阿姐嘅約定，嘅時間本來提嘉義最後營養嘅，講要去考嘅中高級認證，伊個經驗調過來高雄，過來我歸高雄嘅體營先去考到嘅認證，歸到高雄嚟想要繼續教聲音嘅講客。嘅意願很強烈，我冇想我變係啦，我感覺我睇嘉義認真嘅9年，我應該做得個繼續做下去。冇錯啦，可以了解人心情，你講喺嘉義其實嗰啲行業按少嘅地方，做乜我都開始我比較9年咧，過到高雄其實多多少少嘛有闽南客跟台嘅屏東客睇一邊地方吼，咁唔記得伊啲客伊啲好多種地方，開始推廣行業嘅時間，你幾時教授嘛同意下？我咩喺從提嘉義一樣，我同教務主任講，我提嘉義教嘅9年嘅客話，我希望我到高雄，我嘛有一個機會做得個繼續教。嗰時陣學校有兩個高路嘅先生，其實已經提嘅教嘅，嗰時我提嘅排隊，等佢哋要退休嘅啦，等到佢哋等一年人，佢哋就退休嘅，我就接起來，我想。我繼續教，我嘛想愛教聲嘅繼續教嘅演講比賽，我就從我一家傳統嘅聲音咧，佢爸爸媽媽，伊爸爸係客人，媽媽係河洛人，爸爸希望佢聽我強下去參加比賽，係我就對伊安尼開始。
可是，但是你这个接上以后呢，唔係專心咧搞比賽，還是有帶動客家話嘅一種推廣嘅教育咯？教兩個到3個年級嘅客家話，係嘛有教演講比賽，大部分嘅時間是教演講比賽啦。因為頭先你就講嘅，你哋講，譬如講爸爸係行人，同埋媽媽係河洛人，嗰時爸爸佢希望講，你這家生意呢，有安尼機會，嘛像線上嚟訓練而去講客話，但是問題係，像安尼生意呢，而這家客家話長通用嘅。聽唔識，媽冇要講。嗰時你講清楚都講，一定睇到佢冇用客話。冇，好，因為冇佢可以想象啦，因為爸爸行人嘛，但是媽媽河洛人，跟人講客話，媽媽可能聽唔識。嗰時變成講，其實有一班行人呢，爸爸媽媽唔過係爸爸行人，冇到媽媽行人，其實呢生意呢，睇到佢用客話嘅機會還是改少。來學校咧學客話嘛，青島生意咧，七個爸爸媽媽有可能係行人，來到我咧教人嘅時間嘛，冇會講。嗰時我咧帶教人咧上課嘅時間，會一班客話，一班國語，冇人聽唔識啦。係，因為當然啦，教育嘅時候一定安尼，因為要有一定開始了解語言去帶人嘛，吼。但是我想要聽一上問一下，因為更加係等像安尼家庭是幾多，譬如講可能爸爸一般係爸爸冇到媽媽係行業，如本身的爸爸媽媽地位有一般係行業，但是其實睇安尼反映地位，除非你係客家莊。我都講，像有的我哋而家可能講幾多，嗰種幾萬人行業，我講客話嘅，我聽到都上我們講，你咪同阿婆講係講下啊，係咪阿公阿婆太土態啊？伊都講係，因為睇阿公阿婆土態啊，吼，你可能真是萬事都講下。但是有時間，因為爸爸媽媽教育長途過後，全部講方言，佢睇到看，如果行業嘛唔會講客話，佢變成講，你而家讀嘅生意咧，可能真是有一般係行業，但是都唔會講啊。咁像安尼嘅時節，除了教育的客家話以外，你會同時希望講，而爸爸媽媽重新引入翻來伊的這個客家話。有，我有啲同事佢某嘢我從1年生教育講客話教到6年生，佢嘛從唔會講到帶伊去比賽，入到全國比賽2擺還是3擺。嗰時我同事感覺講，生意係好嘅起來。我嘛改上愛自家潛進自家講客嘅一絲絲嘅感覺。嗰時我嘅同事已經喺教合唱團，伊嘛要求佢嘅生意咧，更加開始從客家教嘅，我就去教佢哋客家嘅發音啦。因為其實對一位方言嘅故事裏邊，我會發現到講，冇想到我哋一開始本來只是佢單純希望講表達人嘅聲音可以傳承啊，人嘅客家話。冇想到啊，人嘅聲音學客家話時節，其實會影響到嘅爸爸媽媽。會啊，我同事嘛，真歡喜伊更加會講一絲絲嘅客家話，咁開口去指導伊家合唱團嘅聲音咧，唔會逐項都愛提嘅教佢人咧。因為可能對於爸爸媽媽嚟講，以為因為反正我唔會講客話，路數嚟啊。但是對聲音開始講客話嘅時候，伊都會發現到講啊，我這個係行人哦。讓伊開口講就挺好嘅啊，真的冇唔錯。你變成講，唔知個對客家話推廣嘅一啲啊那個層面，好一啲影響嘅嗰種層面，對本來一開始我就希望講嘅客家話有得傳承，冇想到一傳承一打過去我哋上一台，變成而家爸爸媽媽都開始念方而家可能萬歲可能有記得，但是根本冇得講。標係咧，伊啲客家話慢慢地演好啦，變成講而家影響嘅人唔單止教學嘅嗰度聲音咧，其實一方面係個睇嘅。有啊，跟住入邊合唱團嘅聲音咧，唱嘅客家歌嘅得到優等，過去唱本記得咧阿公阿婆聽，阿公阿婆真歡喜咧，人哋喺聲音咧慢慢唱客家歌嘅啊。係啊，你變成提供自家母語。可能哪有可能唔會講啦，哪有唔會講，但是冇想到我聽下陣咧順嘅地方，要重新會講。我想對阿公來講，伊真係會感覺到幾跳，因為會聽佢講啊，至少隔一推往後啊，吼，隔一推也客話還是繼續傳下去。我想每一個問題嚟講，其實你喺教客家話嘅教育地位啊，比賽一件事情係咪一個最重要嘅事情啊？比如講。應該講，唔係講比賽有名冇名啦，只是講睇比賽準備地步，其實會表現人嘅有信心。睇講比賽嘅嗰種成績係咪會
表演嚟講開始講，其實學業嘅東西唔單止表演這個會學一啲語言，其實嘛，我表演這個睇，因為比賽嘛，你只可以練習台風啦，嚇練習幾多東西，其實嘛係等於練習另外一種發表意嘅冇得表演嘅一種方法。係啊，我伊咧聲音咧，伊原本係新眼神嘅聲音咧，開始教佢嘅時間，佢嘛個項目，冇嘛個事，一個是教佢，然後佢教佢表演嘅方式，伊一路有興趣，聽人同人講，現場係做得個技術比賽嘛，因想要學過多一些嘅客家嘅演講比賽嘅技巧啊，係嘛嘅，我即個聽一個頭當係講多嘅聽嘅學生嘅。佢嘛同我講，先生係雖然冇乜嘅會講，唔講係到國中啦、高中啦、大學有比賽，我嘛想去參加。係。其實我感覺到講，其實嗰好大幫嘢就能講學業推廣嘅線上，因為對嘢就唔單止講單純嘅教育講下法，其實嘛係透過無腔嘅比賽、無腔嘅表演嘅方式，表現哋開始用無腔嘅面向去接觸到客家話嘅一種學習。冇咪講變成一個，因為我哋做起我哋咧客家話推廣嘅時間，如果我哋講一句，聲音嚟講一句，其實對人係一種我哋講冇觸及嘅一種學習方法，其實幾容易用嘅。而比可能幾禮拜學講係，下禮拜可能都記唔得咧。但是有一種觸及嘅方法，唔單止講我哋係專門嚟練習，嚇，甚至講我哋有啲比賽壓力，嚇，甚至講你一定上台去表演講，我哋訓練咧所有過程啲嘅東西啲。我表現對客話一件事情，我變咧體驗心理表變嚟嘅幾重要嘅一啲觸及嘛，變成一啲幾重要嘅一啲建議。咁從人對人嚟講嘅話，一係你比賽嘅方法，因為同我哋想講，哇，乜嘅都唔會講你，一隻事，但最尾要表演，教人拼音啊，要花一個時間咯。哦。真難算呢！我有一年帶5個學生呢，2日我寫15篇稿子。因為5個學生嘅長度有啲會冇共樣嘛，唔係講你哋考過嚟，就像我哋發言一樣，睇下人哋長度係斜啊。唔講5個學生嘅長度有啲會冇共樣，有啲連頭唔識，然後有啲人咁講唔清楚嘢，做乜嘅？唔能用嚟教育咯。慢慢嚟教啊！要花錢多嘅時間批嘅人，就算一個動作一個按部特班，一個當然。嗰時變成全部1對1哦。1對1。冇辦法講像我哋上課用1對5、1對5安尼。雖然5個先數題目國小嘅一樣，國中嘅一樣，不過佢哋呢因人制定嘅迄個嘅演講稿嘅題內容啦。古常我會先同人對話，了解伊哋愛寫乜嘅，讓一句一句教佢哋，我寫好一句一句教，嘅想象嘅東西教本佢哋同人講安尼。等於如果唔知個睇唔知個本地教學嘅課程裏邊，其實你話花幾多10年嘅時間，一背喺度聲音咧。係啊，就當做休息嘅時間嘛，會喺面人來訓練安尼。下班嘅時間，無啦就按部特。所以人你當係屋企我就教佢哋安尼。嗰時睇見講我哋幾多嘅學校嘅客家話嘅教育地位，其實喺我哋幾多嘅線上，亦都花幾多心力，用係即加幾多10年嘅時間，去慢慢地去貼出來嘅啲成果。休息下喎，等下我哋埋嗰度嗰陣細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嘅，上到節目我哋來邊風雨，睇同人講，佢對家語幾多高強嘅時節，應用嚟推廣一下客家話教育。我想問一下，好多人有講到5個聲音嘅無共樣嘅一種教育方法，雖然講到1對1嘛，嗰時我等於講造成一個總當做一個安撫一個，但是聲音嘅長度都無共，嗰啲像有啲聲音咧，其實一開始講有興趣哦，但是發現咩，我要對開始1對4好好嘅話講。有啲聲音咧真係拄唔掉，有安尼情形冇？有啊，有啲細阿妹誒，佢感覺壓力真大，特別喺前練習嘅時節，就會同先生講，
强加现场同来强加讲加都市通，也系头拿通，也系嘛个通都来的，嘿，都想尽办法想要摸来练习。嗰就变成讲，其实得面对的唔单止系技术的问题，吼，其实我哋就讲，客家话用嘅念，吼，是用嘅东西，用嘅去把全部念成一团，还有心理嘅问题。好，你都是心理的问题嘛，伊都唔想去学嘅啊，无你讲面对遇到困难了，伊唔想去面对，可是声音的心理这边的问题，能用去克服伊咯。我嗰時就要同家媽媽問看咯，也聲音的都在發生乜嘅事情，因為安尼也下都市通，也下頭腦通，係我對佢聽念啊，係個嘅聽難背起安尼，愛調整咯。同媽媽討論，個同也導師討論，看用嘅同也聲音嘅聽數安尼。等於你講對面對每一個聲音的來講，伊即個會出現的各種嘅情形，如何伊哋嚟面對？伊哋嚟面對啊！也五個元素其中一個係我去解來嘅，但俺母頭攏推個一支來一支去，都做本愛啊，係跑給我追這樣子。做本劇啦，係啊，做本愛劇安尼係。冇錯啦，這個可以面對的就聲音嘅，唔單止技術上面啦，哈，心理上面的問題，你這個呢？哦，我去嗰個時間寫15篇稿子，寫到吼阿比青苔，阿冇喺收幾人寫嘅歌嘅，我嗰時間有一個先生，佢去嗰個先生係漢人，伊去嗰本身係外省人，他的那個文學真好，我寫過嘅歌嘅，我會用客話念本劇佢讀。伊我讀的是講，我內邊有一些乖乖無符合也係學生嘅個特質，佢要同我講。我記得有一班我寫一篇文章係議論文，我不擅長議論文也種嘅寫歌嘅方式，本佢推嘅差唔多有10幾擺，嗰時節已經半夜大嘅，我比賽整個就是壓力爆表。新年囡仔學習啊，練習嘅時間，我要講。先莫同佢講法，先生也有兩篇歌嘅，我想用嘅寫，唔能去甲先練習吧呢。每次讀碩士班對個指導老師呢，吼，你知有冇講我唔曉得寫拜託同佢寫好，冇同用推的咧，好嗎？佢嘛唔會寫，因為佢講伊做的講法呢，唔過佢嘅客話，我們客家話嘅組合方式冇乜嘅強用，故所以嘛希望係。會用客話寫出來，講飲鼻糖。飲鼻糖以後，然後呢對一篇嚟基本嚟講，也文章嘅內容係咪適合也嘅聲音嘛？吼，嗰個其實，這個唔單止面對聲音嘅一種心理嘅問題、技術問題，你這個阿飛嘛會睇啊？會睇啊，寫冇強用嘅題目，冇強用嘅內容。內容，去個就要尋一些資料啊，去查每一個聲音嘅地方嘛，用一些錄古語言啊呢。咁你這個冇想我講，我教書都教書，我怎麼假到假咩咧？我呀看到聲音安尼學，佢哋嘛同我講，先生啊對唔會講，都更加會講，過來我點愛我講乜嘅，看到他們安尼成長。其實心裏真歡喜。你係咪對於啲先生來講，其實也係最大嘅一種成果，冇咗一種收穫？係啊，看到佢哋英語學安尼講得出來，又表演得出來，教學相長啊，係啦，你這個長了很多白頭髮啦，長了很多的壓力。其實我會感覺到講，其實對一般人來講，我發現又冇價錢，又冇乜個，唔係講伊在將伊會變成乜個組長啊，乜個東西，對人來講，對啲欣賞來講，真是花按照心力，吼，得到我真係都講，聲音嘅開始認可客家話。好，因為講伊對伊哋完全唔會講客家話，基本教唔清楚，同你講，到最尾因為人會教學，學人教育，慢慢嚟唔講乜個伊通嘅事咧。通嘅事啊！對伊啲先生來講，真係亦都伊啲最大講回饋啊！回饋啊！伊跪到路骹，家嘅媽媽會反映講，我聲音本來冇乜個愛講客話，同練習講嘅課語演講，更加跪落嚟無下路同佢講，同佢即個來嘛，因為愛練習背演講稿，更加提落下有時間嘛要同佢講下啊，嘛要同阿公阿婆講下。可是對於啲先講唔係先生嘅身份來講，你媽媽身份來講，其實聲音嘅改變對你來講，其實嘛係一種
quite歡喜的事情吼。係啊，看到伊要讓伊講學啦，係。你這個對就差不多20多年前開始睇教育，開始去推廣客家話嘛，吼，推廣客家話教育，一直都歸來高雄還是持續地做一件事情。因為20多年來咯，對你來講嘅話，我哋唔單止睇嘅社會接觸度啦，無論我哋嘅生意呢，爸爸媽媽接觸度來講，你有可能有乜個轉變？也見，對我還細時節講，應該出家爸爸媽媽聽下差唔多各種嘅時節開始出家做生意。我嘅時節，你做生意嘅時節，我哋冇事情講到合法，嘅同人做生意嘅人講，唔可以同客人做生意，你可以同好多人做生意。嘅時節，爸爸媽媽講啊，更加有人客來嘅時節，我同人做生意嘅時節，冇講合法。啊，唔過更加看起來，社會對會講客嘅人接觸嘅程度高高，唔可以變成隱形嘅客家人啊！你等於講，你這個完事的經驗裡邊，如其實嘅時節可能因為現實的問題啦，哈，因為做生意的問題嘛，哈，有啲人如你其實對唔單是好容易對行業啦，行業嘛對好容易會有一些可能講偏見，哈，嗰條會影響我表現的睇完事時，其實都冇辦法自以為講客話，但是經驗做教育開始，你從開始就講嘅，你喺教嘅時間，你有啲使命感，你一天要搞客話都。高雄，你看把這個面的邏輯，真的是我一推廣客家話，至少唔會發現到我一站嘅地步，有時社會對客家講客話一件事情嘅接觸度係越來越高。一來一個啊，做爸爸媽媽人嘛，會鼓勵自家細人去學客話，我感覺安尼真好，懂得傳承自家嘅母語下去。嗰時等於講，唔單止係傳承我哋嘅母語。聽係講，表我哋嘅母語本客家人個接觸到，吼，因為講唔像早期我講我哋連講一啲客話嘅話，如果本自家人當斷，吼，但是而家睇下社會地步，會變成講自家也未搞嘅話，其實係個自然嘅事情。剛到民主國小來嘅時間，我感覺講同人講客話會排斥，更加會講會講客話動厲害呢。係啊，其實會講得客話吼，其實唔單是動厲害，其實一樣講唔係動真道嘅事情。同時對我哋生意嚟講，發育嚟講嘅話，你開始生意你開始馬上可以處理兩種嘅語言。好，雖然講你去華語嘅那一通啦，吼，講華語同北京話，冇都講人講人哋咧客話。但是以農行嘅處理兩個目標嘅方式嘅時候，其實以農發展，其實會比人哋講一啲方言，一啲講冇講單一啲河洛話嚟講嘅話，其實也有農發展其實會更好。會更好，因為我哋客家話有些發音係國語沒有嘅。嗰種係感覺，我講客嘅聲音咧，好默嘅語言，其實會改夾。係因為變成講以這個咬字嘅時間啦，譬如我哋有鼻音，國語是冇鼻音哦，國語還是有鼻音，但是冇像我哋用啊咁，係冇用我哋咧咬字地方有啲個特別嘅東西，多看英文嘅語其實係幾強嘅。係都變成講其實佢做乜嘅，尤其係幾時我哋從我哋睇嘅我哋日本日治時代嘅時間，有啲人都講客人講日本話嗰陣。好，因為其實有啲語好容易真係發唔出來，係啊。嗰陣我哋教學，我都同我學生嚟講，我認為證明出緊係客家人，客家話貼數嘅音，我發得清楚。可是問題係像有啲辦事唔係講安尼語嘅人，能用去教人咯。譬如講，我哋像有啲朋友啊，伊即個講跳拿，伊都冇，伊即個辦事都唔係，伊客人咯，但是伊都辦事都唔係講。唔係講貴會講嘅時間，伊都一直講跳拿，但是伊都冇辦法去學跳拿咧。我拆開來啊，從A 我哋講啊，係跳拿，嘴巴打開。哦。我冇變，你會念做跳拿，嘴巴打開就變跳拿。哦，嗰種其實還是有技術的問題啦。有，那這是我睇三峽受訓學到嘅。嗰種我睇教學嘅時間，我會同個拼音單字批啊。同人講，嘴巴用打開啊，安尼念出來嘅音，咁樣高雄客家人嚟講嘅話呢。像你這個一直都更加一直都有做客家話嘅一種唔管係訓練啦，冇推廣，啊對未來呢有乜嘅想法？我希望有更多人願意開再講客，我自家嘅同事有考過嘅中高級認證嘅人，願意個出來分擔教學。冇像我同另外一個先生兩個人，啊話像老輩嘅先生，伊來個教其他嘅年紀，
希望七家嘅佛教係教學嘅先生都係捱嚟七家人啊。你等於講，你今日要工作地方，看到有個多嘅鄉村嘅人，鄉下來搞客家話推廣，嚇，唔講喺客家話教育，冇客家文化一種推廣來講嘅話，其實希望一條路可有個多人鄉村嘅意思啦。係。咁問題係，安尼等於講，唔會希望講成年人嘛開始學客話，錯冇？你對講而家現在這個本地啊，把這個客話入行來啊，然後去參加嘅認證啦。我同事其實佢哋都會講咧，佢哋嘛有誒嘛有宗教級認證，不過佢哋會咁樣講，要教拼音因會講。我如果同人鼓勵講，其實教學生嘅慢慢教，啊拼音假使講人會講，我哋教唔能，啊一個教一個安尼。嗰個而家變成而家嘅目標應該是講，能用嘅去。教人的同時，應該講帶人的同時開始行出來去考認證，嚇。聽人都講開始講去用客話去開始教生人咧。拼音冇唔錯啦，去拼音其實係一種技術的問題。即個看似的嗰種拼音字母，其實它有都底很用嘅，其實學下都冇嘅，但是能用嘅去。應該嚟講，去說服人家同事開始行出一條路，其實應該係未來要面對嘅幾大問題吧。係啊。可是係咪開始先調查講啊？啲同事地位有慢嘢行，但是冇愛啲嘅。今日大部分咧同事會講客嘅，大部分攏啲，都會去鼓勵他們啦。係，七家出來教，七家嘅學生嘅安尼嘛真好。你最好係啊。其實佢今日鳳英先生的分享的故事地位，像鳳英先生頭頭都係講，一般說是因為現實的問題，而爸爸媽媽冇辦法可以講客話。其實我哋做起人對地位，我哋客話還有河洛話，應該被歸類到方言嘅部分。其實聽我哋沙地地位係希望講冇講嘅，但是聽到有20年來，我哋嘅政府開始把我哋嘅客家話、我哋嘅原住民嘅話、我哋河洛話都認定成我哋嘅國家語言以後。我哋冇乜嘅方言咧，要全部係我哋國家嘅語言，要對所有語言地位全部都係平等嘅。嗰時從頭到我哋鳳英先生咪講到，也站喺我哋嘅社會嘅風氣，慢慢地可以接觸到我哋貴次人咧可以講阿美講我哋嘅話。今日可以感謝鳳英先生同我哋現場來講我哋呢個客家話推廣嘅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休息一下喎，大家聽我哋先生來認同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為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能今日運動嘅嗎？請放起來同先生來通下運動嘅哦。今日先生要教大家係熱火有氧，請大家放起來同先生通下運動哦。讓步不愛哦。數大口了，哈，開，哈，來數變數，加個。That heart is so cold, all over my own. I don't wanna know that, babe. Don't with my love. I told her she knows. Take aim and reload. I don't wanna know that, babe. Don't with my love. Gắn theo. Bơi. 前面。Don't with my love. 後背，緊條邊嘅位片。王叔。打送弓箭步左右。
扭腰，鼓，在鼓的正面。天腳，天空的3、4，穩點，中嘅穩點。腳切條本愛，老人強嘅呢，3、4，穩點。好，學動作嘅哦。掉。點夾個？夾鬆1、2、3、4，夾鬆跳，漂亮嘅1、2、3、4，跳。不同手不同腳哦，3、4。好乖嗎？送神車，能點點，是可能性哦，夾嘅來，2、3、4，是嘅。Don't with my học voi嗎？前點，前點，đứng xuống，cực chắn, kiểu không là kiểu, chia cực chắn, 2, 3, 4, cực kiểu, cực chắn, kiểu không lại, cả sông nghe sù, cực chắn, kiểu không lại, chẳng nghe sù tạt sù kiểu không lại. Được rồi đó. Okay. Sen cú há lại,再踢出去，氣氛嘅能力踢出去，sen cú再踢，加上打拳。學來嗎？冇同手同腳喲。是可能性咯，夾嘅。
太红了。好来哈，太红来。嘻嘻。打开。而家嚟學交叉腳，3、4下學4、1、3、4下學4、1、3、Don't with my love. I told her she knows. Take aim and reload. I don't wanna know that fate. Don't with my love. 继续跑。one片咯，1、3，one片。Don't with my love. 出来正面，好不好耶哈？等下了，速度变快咯，前后交叉脚咯哈。整体好吗？好，今天开始来。one片。one片五了。啊，你做到吗？挺上来吗？挺上来哈，嘻嘻，嘿嘿。调整一下你的呼吸哦，要必须呼吸哦哈。好，肩膀往下压。one片。低压腿，下低，好的脚，脚放来，放松你的脚，脚掌，腳放來，腳掌，腳放來，腳掌，下彎片，低壓腿，再下去，腳放來，腳掌，腳放來，你腳伸直咯。Go， 腳掌，好，慢慢的回來，壓腿，手拿輕溜，靠近你的膝蓋，做一個延展，腿也給力咯，放鬆，慢慢的對正腳原背放來，繼續，請調整一下哦。調整一下你的呼吸，踩點開始。這樣，前點，右腳，前點，右腳，踢腳，交叉。
好不爱吗？嘻嘻，挺嘻。今天听着好不爱吗？好不爱哈，好好运动，俺能下次能得了。